备受追捧的击剑女神竟成了全民公敌。01年的女子击剑决赛上，西渡和佑林迎来最终对决，但佑林却变成了来自俄罗斯的尤利亚选手。画面一转回到了2000年，西渡和厉晨手牵手来到了这里，公布了他们交往的事。班长对此很气愤，因为这样他就成了夹在两对情侣中的闪耀灯泡。5人组玩起了接龙游戏，不论规则如何转变，输家都一直是厉晨。佑林让厉晨一定要好好对西渡，要是让西渡流泪的话，就一定会杀了他。班长喝醉了哭诉想要读大学，厉晨条件反射般的安慰令西渡十分疑惑。校霸一针见血地说厉晨一定安慰过很多哭泣的女生。醋意大发的西渡质问厉晨安慰的到底是多恩还是敏英。佑林爸意外出了车祸，佑林赶过去看到了手术室门口焦急等待的父亲，有位奶奶抢先冲了过去，狠狠拽住佑林爸让他赔命。佑林爸整日借酒消愁，佑林妈打算卖了店铺和房子，因为要是没能和解，佑林爸就要去坐牢。佑林为了家人，打算放弃和杨教练推荐的企业队签约。佑林找到西渡，说他遵守了约定，没有去跳水了。西渡一把抱住佑林，关询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厉晨无意中听到了佑林要转到俄罗斯籍的消息，因为佑林爸撞到的人伤势很重，需要很多钱才有可能和解，所以佑林打算规划国籍到俄罗斯。西渡担心佑林会因此被全国人民辱骂，他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，不想让佑林也承受这些。但对于佑林来说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编剧没有心，5人组竟要面临全员毙。校霸焦急地找到佑林，他从西渡那得知了佑林要规划的事，明白他做出这个决定也很难熬，称赞他很勇敢。佑林很感谢校霸没有劝说他，而是鼓励他，这正是他现在最想听到的话。佑林将要规划到俄罗斯籍的事告知了父母，因为那边给的待遇最好。佑林爸妈虽然不希望女儿这样做，但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能解决问题。佑林并没有埋怨父母，而是庆幸自己有办法能解决这场不幸。杨教练陪着佑林去签署合同，看到这么好的待遇，杨教练也放心了，说无论佑林在哪里都是最棒的。佑林说不会忘记教练的教导，会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选手。厉晨在小吃店门口等着佑林，看到佑林却又没有办法开口。佑林主动叫住他，让他现在就只当自己是白记者。厉晨找到前辈，他没有想过记者这份工作需要面临这么多难题，要把匕首亲手刺向他爱的人们，哪怕遍体鳞伤，也是身为记者的他必须做的。大家聚在一起给佑林办欢送会，班长妈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佑林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因为他们才感受到了幸福。原本的他以为只有拿到金牌和赚钱的时候才是幸福，但这些都从未带给他这种幸福。3人送给了佑林一本实用的俄语词典，西渡还贴心的用韩语标注了发音，佑林十分感动。厉晨在门口听到他们的嬉闹，没有进去，大家都疑惑厉晨怎么还没回来。校霸说或许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厉晨了。新闻上播报了佑林要转化国籍的事，而这件事还是厉晨独家播报的。顿时这起事件炸了锅，西渡愤怒地去找厉晨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把佑林的悲剧当作卖点。他还记得那时他被全民辱骂时有多难过，而这一切厉晨也都看在眼里，不理解他会对佑林做出这种事。厉晨也很无奈，他害怕下次他也会拿西渡的悲剧当作卖点。西渡闻言愤然离去。多年后再次相见的两人，厉晨却只有一句祝西渡新婚快乐。佑林打算坦诚地面对教霸，两人不会分手，也会继续喜欢彼此，哪怕距离再远，两人的感情也不会改变，但是不要再做出约定和承诺。他不知道何时他才能回到韩国，两人是否还能有见面的机会，所以如果校霸喜欢上别人，也不需要为了他放弃眼前的幸福，他不想成为那么自私的人。校霸说佑林这样做才是自私，他听到佑林要规划的事，就马上找了几份工作，想着努力存钱，总能去见佑林。佑林让校霸不要为他而活，光是为他而活的家人就已经让他感到吃力了，不希望他的不幸影响到校霸。佑林收拾好东西，回忆他曾在这里收获的汗水和欢乐。记者们突然包围了这里，佑林无助害怕地缩在角落。西渡赶到这里抱住佑林安慰，两人制造出2个击剑人偶，设置好障碍，再由西渡将记者们都引到前门。随着他们一拥而进，西渡马上关上了门。记者们发现被骗的时候，西渡和佑林已经跑出了校门，成功躲开了记者的追赶。两人还顺势拍了一组大头贴，之后一起去吃炸酱面，路人都窃窃私语说佑林是卖国贼。老板也只给西渡上了炸酱面，将钱还给了佑林，说他只卖给他们国家的人。佑林直言他只是贩卖他的实力赚钱，就和老板卖炸酱面一样，都是为了生活和家人，他不是卖国贼，而是客人。以前的佑林或许会直接走人，但他在西渡这里学会了正面迎击，不再忍气吞声，以后就算身边没有西渡，他也会做得很好。西渡却不知该怎么在没有佑林的选手村撑下去。佑林其实也不想离开韩国，想和西渡一起成为韩国的国家代表。西渡紧紧抱住佑林安慰他。佑林在机场送别父母和好友，
西渡让他好好备战明年的比赛，到时候决赛场上见。说与幼灵度过的每一个瞬间，他都很幸福。校霸还在努力打工，忘了今天幼灵出国的事。原本十分害怕开车的他，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机场。脚踩滑板的他，终于见到了幼灵，说他一定会去见他，哪怕再辛苦也会忍耐。就算幼灵能给他的只有不幸，他也甘愿。随后吻上了幼灵。历程看着民众都对幼灵恶语相向，心情也很难受。在隧道痛哭时，看到了西渡。时间一转，来到了2009年，历程也成为了一名主播。祝贺西渡今天赢得了3枚金牌，说他自始至终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在为西渡加油。西渡说他无论身处何地，也都怀着同样的心在为历程加油。历程说虽然有些晚了，但还是祝福西渡新婚快乐。